今次咧同大家介紹下行富士山嘅一啲注意事項啦，同埋分享翻我哋今次行富士山嘅一啲經歷。咁上山呢，我哋就由富士公路線上嘅；落山呢，我哋就揀御殿場路線。當中呢，我哋因為係自駕嘅，咁所以我哋會泊咗架車喺山腳之後，再轉接駁巴士上山。啱啱開始行上山嘅路段呢，其實由5合目到6合目呢，都係好簡單嘅，一啲普通嘅小斜坡咁樣啦，咁就輕鬆嘅。富士公線呢，最得意就係喺6合目嘅時候呢，咁右手邊呢就可以去經過寶永火山嘅，咁所以其實行富士公路線嘅話呢，都可以去呢度睇一睇嘅。至於天氣方面呢，因為我哋今次上落山呢都係 A 級天氣嘅，上到山頂嘅時候，其實都係會突然之間好大霧好多雲，咁亦都會試過突然之間好好天好好太陽，咁所以喺裝備上呢，咁就記得一定要帶齊防曬，因為可以突然之間好曬，同埋因為高海拔嘅原因啦，紫外線會特別勁，咁啊好易會曬傷嘅。富士公線我覺得成條路都好清晰咁樣劃分嘅，咁就每一個項目就會有一間山屋。建議喺山腳起點嘅時候呢，就買定1至2條嘅金剛杖啦，因為行上去山上面呢，每一個項目呢都會可以喺山屋度燒印嘅。咁就好似做任務咁樣啦，每到一個山屋就燒一個印。咁其實佢嗰個位置係啱啱好啊。咁你上到山，其實就啱啱好成條金剛杖呢都冚滿晒印啦。富士公線呢，由7合目開始呢，有真正泥料啦，咁佢會變做一啲好大嚿嘅石頭啦、石梯啦、樓梯啦，咁就其實每一步攀升呢都係需要跨過去，咁甚至有啲位置呢係要手腳並用嘅。咁喺呢度呢，建議就行慢少少，因為佢啲樓梯級太大，咁啊其實行得好快嘅時候呢，個心率就會好快衝上去咯。喺富士公路線呢，咁就每個項目都會有間山屋，咁山屋入邊都會有嘢食嘅。咁我哋呢，就去到9合目先食嘢嘅，因為我哋後邊仲有9.5合目，同埋我哋因為住喺頂上富士宮係10合目嚟嘅，咁所以喺呢度食埋啲嘢就最後衝刺衝埋上山啦。其實上到頂上富士宮10合目呢，其實大約已經係6點幾7點啦，咁就啱啱好可以睇到日落。頂上富士宮咧喺夜晚8點左右就會熄燈嘅，咁啊去到3點半左右就會開翻燈，咁啊休息嘅時間大概其實都有6-7個鐘，都算多嘅。食埋早餐4點左右就會離開山屋，咁基本上一離開間山屋已經係喺山頂，咁所以其實行上多少少呢，就可以揾位坐低喺度等睇如來光嘅。住頂上富士宮有個好處嘅，就係第一日呢，基本上已經攀升到喺山頂噶啦，咁第二朝起身呢，其實就唔需要再點樣行，咁啊已經可以睇到如來光。咁啊，最後最緊要啦，就係有間郵局，咁郵局嗰度呢，就可以買到你自己嘅登山證明同埋一啲明信片，咁亦都可以由呢個郵局度可以寄翻啲明信片去唔同嘅地方。郵局出發呢，再上就係可以去到富士山嘅最頂峰劍峰3776米啦。咁啊上去嘅時候呢，其實都比較陡峭，咁我哋就環住富士山山頂行咗個圈，咁呢一圈呢，就會經過好多唔同嘅路線嘅一啲最高位啦。咁啊例如吉田線啦、須走路線同埋御殿場線，咁喺當中呢，我哋就冇行翻去富士宮嘅，咁我哋就喺御殿場線就落山啦。咁御殿場線落山呢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富士宮嘅路線呢，上山實在太多一啲好大嘅一啲梯級啊。咁啊御殿場線呢，就雖然佢長啲，但係佢就冇咁多大嘅梯級，主要係斜路平緩咁落山。行御殿場線落山呢，仲有一個好處嘅，就係可以買多一支金剛杖，咁啊重新吸埋御殿場嘅燒印，咁啊翻到屋企呢，就總共有2支啦。御殿場落山呢，仲有一個好著名嘅地點啦，就係大沙洲啦。咁大沙洲呢，就係一條好斜嘅路啦，咁當中就有一啲碎石同火山灰去組成嘅，咁啊唔係一啲一級級好鋪得好靚嘅一啲路線嚟嘅，咁啊行落去就其實有啲瀡落去嘅感覺嘅，咁所以呢條路呢，落山我自己覺得係幾輕鬆嘅，幾舒服嘅。雖然天氣好好啦，咁但係我哋都有帶齊一啲防水裝備啦、保暖嘅裝備啦，因為山度嘅天氣呢就變幻莫測嘅，隨時都可以唔同，咁啊有備無患，帶定呢就實冇死嘅。咁同埋最後建議啦，大家就量力而為，如果有唔舒服呢，記得就減慢自己嘅行進速度，同埋要睇錶。咁睇住錶呢，你可以睇住自己嘅心率，唔好俾佢升得太快，因為升得太快呢都有機會引發高山反應嘅。咁啊，如果有唔舒服頭痛呢，記得就坐低休息啦。咁啊，同埋飲多少少水。